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0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新冠疫情，虽然已经降温，也毋过是还未收煞。疾管署是表示讲，咱国内伫顶礼拜新增加328个 COVID-19 确诊并发症的案例，比顶一礼拜增加25%，研判咱国内疫情长在清关，而且要进入流行期。另外，也有宝林地区的中毒案，昨昏是新增加一个死亡的案例，是一个46岁的女性，伊是宝林案第6个死者。宝林地区食物中毒的案件，12下晡，阁新增加一个死亡。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死者是一个46岁有换肝的女性，3月2日去宝林地区食回能河粉，3月23去予医生看，病情有较稳定，不过12雄雄变较真严重，伫昨昏不幸宣告死亡。根据卫福部统计，伫7个重症个案内底，目前有6个人死亡，敢若1个人出院。那新冠疫情方面，顶礼拜新增加328例本土新冠病例并发症，比前一礼拜加悬25%，而且新增加20例死亡。那顶礼拜新增加2个新冠肺炎感染了后并发重症的囡仔个案，2个拢是北部1岁查甫囡仔，发病了后拢烧要到40度，研判国内进入流行期。我们有关 COVID 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流行阈值，主要是以前一波在去年3月以后，那疫情比较低缓的时候的一个平均值。那个时候疫情比较低缓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每10万个人大概是1.47个人次，那有 COVID 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个案。那我们目前观察到，我们目前大概是每10万个人有1.53个一个人次，所以我们目前认为，目前我们 COVID 呢有进入流行期的一个现象。根据口服抗病毒药啊使用的人次甲死亡的人数综合评估，显示新冠疫情又有加悬的趋势，民众也是袂当放任。疾管署表示，估计这波疫情会继续无稳定，不过第2期内可能会持续加悬一段时间，一直要到8月至9月，才会有豆豆转好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国有一个查甫人初9的时，驶一只快艇偷渡到淡水，佮被上岸，这件代志引起议论。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昨昏时表示，这个查甫人伊的身份真敏感，伊是中国解放军海军退伍的局军。为什么无人甲抓落来，佮互伊被上岸？海巡署有承认讲是人为的疏失。海巡伫昨下晡嘛有开记者会，即马包括分署长等10个人拢互处分。他曾经担任海军，而且还做过艇长。公布创下首例驶快艇直往淡水河渔利码头的中国籍姓黄的查甫人，有退役将军背景。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无相信伊讲要倒扣自由的讲法。目前已经由树林地检署分经立案调查。关碧玲讲，海巡部伫海上实施乱查掠捕，是相关人员处置有疏失，宣布可接回决期，将北部分署长廖德成、甲安检组李朝秋等10人分别处新界还是记过。我们每个节点都有监控，是整个通报环节出了问题。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整个署里面整个会做检讨。海巡署也公布航迹度假时间数，显示迄天早起9点44分，雷达已经发现可锁定快艇伫淡水外海6海里。因过雷达操作手误判是一般返港作业的国际渔船，只通知继续监控。9点52分，离3海里通报淡水手亡哨。10点15分，离0.5海里，第2摆通报8里安检所，拢因为海面船只多无法度辨识。到10点20分，8里手亡哨确认船毋是咱国籍，所无伫第一时间通报派艇查缉。到25分，快艇甲河上渡轮发生烧浪。54分，划船接到业者通报，11点10分，船控划留给渡船头，加9船9人逮捕，等于有30分钟的人旁。这个案子是风险非常高，威胁程度非常高，应该在第一时间要调派线上艇去实施拦截，结合雷达跟红外线看到，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发现状况，我们会做一定的紧追，然后来跟国防部的友军做一个线上的交接，共同来处置。针对人员、装备、训练部分，我们在这2天都有做密集的讨论，也会针对这方面来做加强。新北8里海埔台北港甲淡水河口是防守首都政经中枢的防卫天三角。中国快艇一驶入来引起军事意图的联想，国防部长郭立雄定调，这并不是第一击，也毋过强调无排除是中国铺设地带侵扰的作为，会保持警觉，也会为这摆经验中学习，精进甲海巡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
最高的是，这个中国的查甫人使快艇偷渡到淡水，引起国安的疑虑。2001年，也有对中国福建讲要来投靠自由的查甫人，是对大中港上岸。2022年的时，嘛有2个伫菲律宾食头路的中国人，因是骑水上奥多拜偷渡到台东。这偷渡者尾也拢有抓到嘛，互判刑，啊那最后拢互遣送。这中国查某人坐船为淡水上岸，引起国安疑虑。过去也有真侪件偷渡来台案例。2021年，有中国籍查甫人为台中港上岸，互警方掌到。周末的周。台中港警伫台中港西北头发现一个，讲是为中国福建来台湾投奔自由的姓周的查甫人，讲是驶小轮船为福建出发，经过10多点钟才到台湾，一路拢无被发现。我嘛感觉这都不可思议，不过就是去华顶甲看过，真正伊会啥美定个嘢啊！今年5月7日透早，一个姓江的中国籍查甫人驶小轮船想要闯关入境，为厦门外海一路用手飞到金门外海。行李箱内底装行动电源、手机啊、银行卡，也个食猪肉水饺。这是5天之内第一件偷渡闯关的事件，引起关高层关注。10几年来，中国偷渡来台人数有变化，为30年前上济6000多人，到这几年只剩个位数左右。本属近10年计查获大陆籍非法入境人士计119员，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驱离了809艘大陆越界船舶。根据海巡署统计，最近5年中国籍人数偷渡来台湾，2019年5人，2020年5人，2021年14人，2022年5人，2023年是15人。上岸地点金门上济，其中较特别是2022年冒赴在菲律宾做工的中国人，骑水上机车为台东偷渡上岸。我们跟着打了电话的，这边进来的，到底有没有啥责任，我们也不知道。那要有责任，我们也愿意接受处罚。听听有人偷渡引起出入国家移民法，要求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中国偷渡客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可或并可新台票50万以下罚金。后续若经司法判决确定告执行结束了后，将处理偷渡客定数遣返中国。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6月16是黄埔100年校庆，就惊有海客入侵。国防部伫昨昏对外宣布讲，国军要实施11天的治安警戒专案，会规工监控治安的动态。另外，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是表示，美军当地推动应变计划，会伫台海部署真侪无人机舰，万不至解放军拍台湾，就会当随反制。法务部调查局的官网查到下晡传出告章，官方澄清讲这是实体的线路告章。本地国防质疑讲是网络歹徒入侵。国防部10日虽宣布进行11天的重要活动治安警戒防护专案，规工监控治安动态。国防部长郭立雄讲，就是要因应6月16黄埔100年校庆，因应6月16的黄埔100年校庆的事情，我们认为在这段时间，相关有可能。这个骇客的行动会有高升的一个情况。全面治安警戒加上7月汉光演习，防范网络攻击变作焦点。那呢，安怎防范第5枪队渗透的风险？立委辛北勇建议讲，有可能和中国东政军有接触的，都应该加规范。他可能时常跟中国的党政军有接触，这可能是比较风险高的人。我认为立法委员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他去中国能够见到的这一个官阶也高，他能够接触台湾的国家机密也多。中国对台湾一直施压，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进前接受美国作家陆金专访的时阵，讲到当在推动第5警上的应变计划。那中国军队讲台会伫台海部署大量无人机来反制，争取美国和兵帮集结兵力的时间，或者分析部署大量无人载具，会让强化火力的投射能力，有效运用有限的人力。它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火力投射的载台，比方说它可以携带大量的飞弹，或者是大量的这种长程打击的火力去。针对目标进行攻击，协助你的击杀链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延伸出去对抗敌人的入侵部队。对了，国际伙伴展现挺台湾的态度。国军11嘛公布敦睦舰对3只军舰在经过南海的时阵，划定在太平岛外口的画面，嘛代表维护海疆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西南风影响，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同时来看温度。
今仔日南部地区有第一站准雨，也是雷雨；中部、苗栗还有外岛是有局部第一站准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严格伫过道、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山区有局部第一站雷准雨。伫南部还有山区过道嘛爱细致的局部大雨。受西南风顶降的影响，天气是高温阁烧热。中昼左右，伫台北、新北还有台东，拢会出现黄色的高温灯号，乡亲爱会记得加啉水。受西南风的影响，未来这几天，咱全台湾的山区、过道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雨，也若中南部雨嘛较粗，其他所在水气就较少啊，严格温度清悬，今仔日高温拢有伫35度左右。透早北部好天气，中南部落雨乌阴天。气象署表示，目前台湾受北部海面的风面、东南部太平洋高压以及透西南风的影响，拜六进前的天气，北部地区水气少，气温悬；中南部地区受西南风影响，较会有云系形成，造成落雨。苗栗以南以及各地山区要注意过道的西北雨，也是熊熊落大雨。那星期六这段时间，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甚至北边到苗栗，都可能断断续续有下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它各地中午以后会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所以中午以后在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就可能会有午后阵雨。另外，因为黄酸雨系统已经行去Okinawa、台湾北部外海以及中国南部，未来10天方面嘛，拢会是伫离台湾较远的所在，所以就气象专家指出，照安尼状况会当讲台湾的黄酸雨季已经正式结束。咱为6月初8、初9了后，这个梅雨系统已经走去Okinawa甲中国的南边。咱这个电脑预测未来10天，这个方面系统嘛差不多拢伫中国的南部甲Okinawa这附近啦。所以咱若讲看这两个这个资料按结做伙来看算讲咱的这个梅雨应该是伫6月初8、初9就结束啦。温度方面，过去几天已经明显变热。气象署讲，拜六进前各地日时拢会超过30度，西北部甲东南部地区甚至会来到35度左右。另外，拜三甲拜六台东会有机会发生小风，民众要加加注意。气象科传柯明哲台北报道。再来个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AI 是未来趋势，所以即马有真侪家长拢毋望囡仔未来会当投入 AI 产业，所以就有老师建议讲，会当将半导体 AI 这课程纳入去课纲。严格大学的教授是较烦恼讲，无完毕业基础知识进前就去教半导体的学理，这是危险的代志。而且要培养人才，若是想过头偏向某一个产业，卖造成未来人才失去平衡，可能会引起另外一款的灾难。来看中国时报，美国财经媒体有报讲，咱台湾将做一个全世界半导体制造的领先者，所以面对严重欠电的危机，若是限电，就会造成晶片减产，这有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部是强调讲，咱台湾供电无问题，过去这几天电力运作嘛拢真好，嘛一直在开发热电。来看自由时报。小琉球的观光人数直直咧增加，屏东县政府有推动几啊项保育措施，对7月初1开始，就要收观光保育费。有3个海边会针对游客来收钱，一个人会收60块，是全台湾头一个收观光保育费的外岛。另外，还有2种海胆，因为因会食石胆，会影响食物的生长，所以即马无要搁列做保育类啊。亚伫5日节进前，乌昂村是大丰收。咱台湾乌昂村总配业1965栋，即马已经掠9成，所以对6月12日今仔饭店开始就袂使搁掠。乌昂村看开遮大尾，青个水。6月11日透早5点多，屏东东港的渔港无闲试试，因为配合咱国国际配价的鱼仔量已经满。6月12日饭店过就袂当搁掠乌昂村，渔民是拢紧来拼好价。2礼拜前，乌昂村的价数捌落到1公斤125块，即阵虽然有小可转来，毋过1公斤嘛才250。加上渔业署通知禁止掠的时间，临时临要，才提早3天，互渔民起毛正歹。这做无好个啦，无这拢对渔民不利个，我即抓搁掠了无，鱼价搁安尼。端午连假有诶是有转来
诊准备好补料啊，是伊的补给拢充足，要搁处理的吼。真煞雄雄，因为这个公告因无法度出海。渔民不满收到公文的时间上慢，进补量落来进前，因已经准备各备出海的成本啊，包括船仔的油，还有鱼丝，拢已经落落去。即阵才宣布禁止来掠，对渔民来讲损失真大。过去增加的量差不多1-2%啦，那现在6月9号开始突然渔获量是暴增到4到5%了。我们就是透过各种管道赶快通知渔民。东港区渔会表示，以黑暗层合约的状况来看，每年的收成时间可能会更加早达标。希望渔业署用赖军组更加及时来应用后续冷冻甲保证收购的机制，嘛拢爱规划好，才会当避免渔民的权益搁再受损害。记者阿敏珍、邱朝阳屏东报道。继续关心卫福部食药署有公布上新查验边境无合格名单，其中有3批是对美国进口的调味酱，拢互验出有一级的致癌物质，所以即马包括烘肉酱、牛排酱、有一寡酱，即马拢爱互退回。牛排伫铁棒顶煎甲滋滋叫，互人强要流嘴烂。那个人 A1 牛排酱当在食，酸酸甜甜的风味，佫较是真侪人的上爱。也毋过卫福部食药署11公布边境查验无合格名单，其中典型无效为美高数级的 A1 牛排酱，互验出农药残留，宽容医院无合格，拢总36箱，122.47公斤，会防体温还是消费。美国输入的牛排酱被检出环氧乙烷 0.3 ppm， 抱怨业者为展营贸易有限公司。我们在架上所有的，我们也都回收，准备再去拿去抽验一次。那如果有问题，我们也是同步一起销毁这样子。动物科医师表示，宽容乙烷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级致癌物，目前多数国家用伫医疗器材消毒灭菌，只有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允准使用伫新香料农产品等作为防霉抗菌用途。也毋过医师警告，若长期接触，就算是微量，也有得癌的几率。长久化，它会增加血癌还有淋巴癌的风险。那另外，我们一些医学研究也看到说，环氧乙烷长期的暴露化，它会增加神经病变的风险。另外，还有2批为美国输入的调味酱，分别是 Costco 进口的无糖油醋酱、甲烟熏辣椒、莱姆蛤蟆酱，也就是边境检出农药、宽容乙烷，专属防体温还是消费。食药署强调，这2间业者边境保检拢调整为搭配查验。其他美国进口保检的调味酱是用加强抽配查验，抽检的比例是20%-50%，一直到7月7日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麦当劳的官方网站进前红楼话，讲要讨30万，若无就要去分店来下毒。检警接到报案了后，即马根据 IP 已经抓到嫌犯。这个嫌犯是表示，伊是因为欠钱才安尼先做。也那台北的地检署已经甲嫌犯提起公诉。今天你做身份确认。这走人要咧爱困神，门拍开，看到警察提股票了人。这边罪名是恐吓等案。好，那这边就是说你有涉这个罪名。后来警方侦办恐吓案件，对查 IP 源头，发现这查某人涉嫌向麦当劳卡油。恐吓内容是，涉案女子要求3月11中到12点进前转销30万到指定户头，若报警会伫各店随机下毒，短短5天时间，连发6场的威胁，拢是透过官方网站客服信箱寄来。犯嫌应该是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犯案动机。被抓性格的查某人49岁，捌伫台大读册，踮过公家单位，即摆恐吓麦当劳已经被提起公诉。麦当劳回应加重视专案，即马专案起诉无方便表示意见。业者看起来态度低调，毋过代志发生第一时间毋敢代志，马上调整外送平台食品销售作业流程，因为这种下毒行为难免让人想到特别20年的千面人事件。对不起，社会大众，对不起。伫镜头头前认错，当初这嫌犯伫提醒饮料内底做氰酸钾，造成一死4伤。即摆下毒行为虽然无成功，毋过律师提醒，就算未遂要刑责。对他人公开贩卖食品下毒，即使是未遂，依刑法191之1条规定，最高人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班嫌犯下昼进前检警提早掠到人，业者一点都唔敢凊彩，就惊食品出问题，引起食安危机，对名声和财务也造成严重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非法买枪，昨昏伊方指控的3项罪名拢有成立，相当会判25年的有期徒刑。不过因为伊是初犯，所以有可能会判较轻。若宣判的日子，有可能是正晚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前1个月。拜登已经对外表示，伊会尊重判决。德拉瓦州威明顿的陪审团裁定亨特2018年买枪不实的陈述，等3项罪名全部成立。This case was about the illegal choices defendant made while in the throes of addiction, his choice to lie on a government form when he bought a gun, and the choice to then possess that gun. It was these choic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guns and drugs that made his conduct dangerous. Second, no one in this country is above the law. Everyone must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even this defendant. 根据了解，亨特的律师建议伊上诉，因老爸拜登嘛发声明尊重陪审团的决定，而且讲假做老爸对后生会当为毒品的问题回复，是感觉真骄傲。Hunter Biden is a first-time offender, so 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are likely to be far short of what the maximums are, which is a combined 25 years in prison. He put out a statement after the verdict, thanking his family and expressing support. 这个审判受到真大的关注。纽约市真侪所在复苏新闻的电子扛棒一直报道相关的信息，除了对寻求连任的拜登可能造成选情的冲击，亨特嘛正做美国历史上头一届有总统的囡仔去判有罪的案例。亨特今年54岁，伊遮的麻烦也毋难这一层。伊伫洛杉矶也有一件甲税务有关系案件去互起诉，按算9月份会开庭审理。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关心有事的美国报道。来关心北韩是向南韩放一寡内底低本数的垃圾家规，南韩是搁重新启动即马边境的新战公布。南韩的军方昨昏嘛表示，北韩的军队要伫初9的时进入两韩的军事分界线，南韩的军队尾也是开枪警告对方者提转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1正式讲，初9迄天中昼12点半左右，差不多20个北韩的军人是抵占超过两韩的军事分界线 DNL 的50公尺以内。南韩军方随实施公布，而且执行警告射击，对方嘛随转去。 비무장지대 내에서 작업을 하던 북한군 일부가 군사 분계선을 단순 침범하여 우리 군의 경고 방송 및 경고 사격 이후 북상하였습니다. 南韩的军方12补充讲，因为目前两韩的军事分界线草啊树啊拢真侪，造成相关标示是歹看好清。伊当阵北韩的军队手提铁条这工具，当在进行相关作业，推测有可能是找无路才会撞入来，应该是无故意来侵犯军事分界线的意图。 朝鲜半岛最近局势是清起来，北韩伫5月底到6月初是4摆向南韩空投上千粒装大三米的鸡龟仔，南韩后壁嘛空投大量反北韩宣传品的鸡龟仔送转去互因。伫北韩军队下过两韩军事分界线迄天，南韩一顶起已经断6档对北韩的边境行政化话公布，时间有2点钟才长。分析认为，南韩军方晚2天才对外发布北韩军队越界的消息，是要互两韩关系恶化。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 镜头来泰国，泰国的首都曼谷有一个真出名的观光区发生火灾，是烧到内底的宠物商店，大约有超过1000只的动物互火烧死。当地消防单位是表示，这场火灾原因亲像是电线烧拍电，嘛因为这个市集、这个市长期拢有争议，因为宠物店内底是关真侪动物，这动物的生活环境佫歹，嘛称在防检举。 乌烟持续为市集内底闻出来，消防队员全出去拍火，确认感受人潮伫内底。泰国首都曼谷真出名的赤兔赤市集，11透早4点外传出火灾，规大片所在是全火。虽然消防员伫半点钟了后，就甲火拍花，不过却是造成超过1000只动物，因为这个火灾全死亡，加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เพราะว่าจากที่เห็นสภาพก็คือเขาอยู่ในที่ของเขาในกล่องเขาก็คือเขา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ไปไหนมาไหนไ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อนกับควันไฟใช่这个发生大火的赤兔赤市集是东南亚上界大的露天市场之一，嘛是泰国曼谷真出名的观光景点，有几万间店头建伫真下巷仔底。
有人讲每礼拜拢有要20万的游客去遐行大甲消费，而且袂抢不的店头，就伫市集27区内底的其中4区，总面积差不多1400平方公尺。消防员初步调查发现讲，118间抢不的店头，差不多拢因为即届大火规乌有去。现场有真侪已经烧甲臭火焦、烧甲变形的铁人啊！有抢无店的头家接到这个消息，赶去现場看到家己的店燒到烏有氣，是要哭無目屎。ตั้งแต่ได้ยินข่าวเนาะที่เพื่อนโทรมามันช็อกค่ะ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าอยากร้องแต่มันร้องไม่ออกอ่ะมันไม่รู้จะร้องยังไ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โรงเรียนก็เพิ่งเปิดเทอมใช่ไหมคะรายจ่ายที่เราจ่ายเราก็จ่ายไปแล้วค่ารถค่าบ้านค่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รายได้คือที่มีบ้านมีรถได้ก็จากการเลี้ยงประกาศการขายประกาศ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当地消防单位表示，这个火灾哪像是电线压死引起的。泰国的动保团体批评讲，恰图恰市集是万国让人感觉真见笑的所在，因为真侪动物拢是透过非法走私来的，呼吁政府都要采取行动，阻挡这种完全无意义而且是虐待动物的行为。公司新闻陈伟仁、郑建光朋友。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罗西亚甲白罗斯的部队11日时是进行第2波的核武演习。同一天，俄罗斯的军方嘛宣布要伫大西洋进行精准打击的军事演习。罗西亚即马有关小镇的办事，因讲因目的是要经过西方，唔好搁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继续关心菲律宾和中国即马因为南海主权的争议关系真紧张。菲律宾有去敲一间非法的跋筊公司，那亲像是有发现有中国的军衫。菲律宾的官员即马就警告讲，恐惊有中国的退伍军人也是军事人员，在利用非法的跋筊手段，当地进行情报活动。继续关心马来西亚是爆发集体的食物中毒案，有一间宗教学校举办活动，因提供煎卵也有炒米粉给大家吃，也若食煞了后，有82个人出现食物中毒的症头，尾也有造成2个人死亡。镜头转来，咱来关心行政院对国会这款修正法案提出复议。总统赖清德已经核考，嘛已经甲属公文送到行政院。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续落来按照程序来行，嘛希望有机会会当当面向立委解说。因为立法院上紧18时就要针对复议案进行表决，哪日即马拢要伫地方办宣讲，6月19日时两党拄好拢紧伫台南要办活动。行政院针对立法院国会这款修法提出复议，总统府表示，总统赖清德已经准啦。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率来照程序来处理，也敢要亲身去到立法院说明。杜英泰是强调尊重国会决定，希望有机会向立委搁再表明立场。我也很希望有机会、有时间，能够向委员们来更清楚地表达行政院的立场。那么两院来再度启动一种宪政秩序的互动。在等总统府移请我们立法院来来做这个审议，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收到。依正常状况，今天应该会送到了，所以在明天的程序委员会，我们就会把它列案。国民党团第副书记长林书明表示，后礼拜就要处理复议表决，也团讲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6月12日中常会就要下动员令，专台宣讲，加强网络社群和青年的沟通，要甲国会这款修法变互平盘。陆军、空军齐发并进，也就是我们持续的在社群作战上强化论述。虽然民进党只有51个席次居于少数，但是我们拥有无限大的隐形席次。民进党规划清凉路向，要争取民众支持复议案。第一场6月14经伫花莲，15选伫台南。今后国民党嘛要伫全国22个县市街头宣讲反制。第一场6月15拄好嘛伫咧台南，准备甲民进党来一个面对面的对决。记者综合报道。嘛是政治，这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红发起罢免了后，即马针对新竹市长高虹安，嘛有民众伫网络发起罢免的联署，目前是启动第1阶段的联署行动。针对这件代志，新竹市政府表示尊重。新竹市长高虹安透早来到议会接受质询，目前有市政工作，搁拍官司，已经真无用。即马搁有人对伊发起罢免。最近有人在网络顶发起第1阶段罢免高虹安联署行动，新竹市民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3任2年以我市民的心态是看我他对
市政根本就没有在关心市政，也没做什么建设了。其实我是反对罢免的，因为我觉得他做的不错，就像在最近推的 T-Pass 里面，T-Pass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罢免发起人在网络表示，公安涉嫌诈领助理费案件，7月24准备宣判，若是一审有罪，公安虽然面对天职，同款会当指定别人做代理市长继续施政，所以才会决定发起罢免。对此，公安并无回应，由市府对外表示尊重。每位公民都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不论支持或反对的声音，都是市府团队施政的重要参考依据。针对罢免，新北议会各党团虽然讲看法不同，不过拢认为民众依法行使家己的权利，大家应该尊重。我想市民对于我们高市长的这个施政是有感的，并非我们网络上所看到、我们新闻上所了解到的一些不实的民调。在新竹市民心中的争议的形象，还有这个施政推动不利的这个形象都足以显现他已经不适任当一个新竹市长。那我想我们都尊重公民自主发起的这个理性程序内的这个联署。依照罢免规定，第一阶段需要选举人数100%参与联署，以顶过选举人数35,758人来讲，至少需要有3,576个人完成联署，提案选委会审议通过后，才进入第2阶段。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继续关心新光金矿的前董事长吴东进，真正是互金管会查出哪亲像涉嫌违法，检调嘛怀疑讲新光人寿投资的新光捷世宝有违法的可能性，所以专案已经移送检方的侦办。新北地检署复审了后，已经互吴东进以1亿交保。接待很特别，是它有2种方式，一种是有尊贵班的专人接待，另外一种就是自助 check-in。各顶级、各专业的酒店式管理服务，包括游泳酒店、连金吧和餐厅等等多元的设施。这是新光人寿正正在新邦特区打造的结束堡游泳园区。不过，即摆所传出第一起厝规划过程，互人检举涉嫌工程经费灌水的弊案。新光金前董事吴东进10月以被告身份互检调约谈。去年新光病院第2医疗大楼的开工动土典礼，前董事吴东进阁正请缨来参加活动。今年4月，阁定出江湖接集团旗下大台北家私的董事长，但是为了要坐好小，就表出新光人寿投资新光结束堡技术涉及不法的弊案，互检方来敲催。新北检调是指挥调查局分正侪路来敲催18个所在，包括总公司结束堡和吴东进的徛家和新光保险大楼等等所在，目前是有16个人互约谈。因为这个案件目前是检调侦查中啦，我想我们就不做评论。根据地政人士讲，新光金矿旗下的新光人寿会红头吹，意思是和新光新邦结束堡有关系。新光金也发布同讯回应讲，依法配合超吹的调查定数，对公司是无财务影响，即摆的超吹和公司的营运无关系。金管会讲，检调当地侦查无方便加评论。新北检调目前是还未对外来做出回应，真相阁要等司法调查了后，才会当对外厘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国内正出名的起科集团，那亲像是涉嫌用无医生牌的医生咧看诊诈领保险费。诊所这5年已经互检举2届，高雄市政府伫去年嘛有去稽查，确实是发现讲有无牌医生咧替人看喙齿。因那公司这边是表示，伊是提供起科医生实习的机会。不过卫福部是强调讲，就算是对国外转来的起科医学生，嘛袂使安尼想。在起考店诊所照常开门，不过这间国内较有名的起考联名诊所是嫌请13个有海外学历的秘医替人看诊，也起诉诈领健保费。112年3月7号，接获民众陈情联盟体系牙医诊所，本局现场稽查，并发现未具牙医师资格员工执行医疗业务。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啊。这样我好紧张。你会觉得有点惊讶吗？有一点吧。愿意再来吗？会啊，我觉得不错啊。
高市府表示，联盟伫民国108年、112年拢被检举，去年3月稽查发现无气科医师就计员工凭医疗结果了后送检调侦办。联盟下卡3间诊所被搜查召回病历，约进记录等资料。高约谈联盟总院长、董事长等人，暗讲总院长附近诊所有请秘医，聘请13名秘医诈领健保费的事。没有。联盟回应的卡清洁间诊所是17岁2年级，气科医师毕业了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 PGI 的合格机构，也把依照实习医师制度提供国内外医学大学毕业，而且通过第一阶段气科医师考试合格医师临床实习。不过，卫福部强调，海外转来医学生拢会先考第一阶段国考，通过了分合到部内学考的教学第二实习。未伫诊所，本国学历的气科毕业生是毕业进前就实习，专项在调查当中。目前，高市卫生局无处分医院因看诊。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的调查，咱台湾18岁的查甫囡仔身高咧倒球。2017年到2020年，平均是172.1公分，也毋过这是平4年前搁较矮1.2公分。也毋过18岁查某囡仔颠倒是咧抽悬，平均已经有161.2公分。学生时期多是发育的期间，真侪人拢会焦虑身高的表现。随机问学生的理想身高到底是几公分呢？有165以上穿搭会比较好，如果太矮的话，有时候可能去买裤子就很容易拖地。185公分，运动竞技方面会比较有优势。根据卫福部调查，台湾18岁男性的身高为2013年到2016年平均值是173.3公分，下降到2017到2020年172.1公分，因共是 A1.2公分。反倒在18岁女性平均身高则是每年增加，2013到2016年平均值是160.7公分，最近一摆是到161.2公分。医生认为，大考也可能会影响成长发育。我们所谓的生长激素、甲状腺素都会因为肥胖的关系造成所谓的钝化，所以相对起来，就是肥胖的人，这个他也会影响到，或者是体脂肪过高的小朋友，的确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根据学生囡仔健康检查的资料统计，国小学生囡仔伫111学年度，过冬加大考成功率是26.4%。比顶一个学年下降0.7%，高中学生囡仔111学年度是30.2%，也下降1%。我们也协助了这个教育部来制定学校午餐食物内容及营养基准，还有校园的饮品及点心贩售的范围。医生表示，囡仔身高甲爸母先天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后天依然有努力的机会。家长应鼓励囡仔食健康营养食物。补充适当蛋白质，避免油钱的食物，加做运动也是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辉达创办人黄仁勋，也个美超比的创办人梁建雄，因伫国际电脑店顶馆用台语咧讲代志的影片，即马是受真侪人关心甲注意。顶礼拜伫立法院嘛有立委向教育部要求讲，爱甲台语正名，台语就是台语，台语毋是闽南语。即马有台语团体嘛发起正名的联署。顶礼拜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自在立委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质询文化部甲教育部，议题包括台语家庭语言发展文化中心等等，其中嘛包括教育部直直毋甲闽南语正名做台语。有台语团体伫6月初7发起联署，希望政府听到民间的声音。建议优先用啥，但问题确实是对可能体制内要处理一寡代志来讲，较无法度去推动后壁的代志嘛。伊要叫做台语也好，台湾话、台湾语，反正就是这几个名啦。莫搁用迄其他什么闽、什么有诶无诶。5月教育部备询的时表示，要伫文化部率来要办的国家语言发展论坛来决定台语名称，并团呼吁教育部应当尊重台语族群对语言的叫法，若准要互上述专家来决定台语名称有影真无理。到底这个语言的名称是毋是咱咧使用的人来决定，还是几个专家、恁论坛内面的几个人来决定？用这个联署的方式，佮甲咱的这个民间的力量，佮甲提出来。也若关注台语正名的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嘛，呼吁教育部、文化部爱伫应过的基础来进行。
新的政府你来重新讨论这件代志，但是咱讨论的基础是毋是伫咱较早已经讨论过的代志顶悬？我感觉找的人真正重要。文化部国家语言发展论坛原本按算上紧6月要办，但佫延到7月至10月中间举办。不过到达也未提出实际做法。但不如指出，总统赖清德和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因过拢有讲过，希望和民众直直上生活会当好好啊使用武器。伊表示会继续要求新政府实践承诺，嘛要重视台语正面的代志。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也来继续关心今仔日台语课总体检专题，咱来看2档前，政府已经是规定讲，国中、高中本土语已经是必须的课程。也毋过因为考试未考，所以一寡学校、学生还佫学习的态度和主管的投入，拢有正大影响。学者是认为讲，若是真正要建立一个咱台湾多元语言的社会，政府的态度就要较积极咧，甚至这本土语嘛无应该1礼拜才1节课尔。其实我上台语课无什么兴趣，不喜欢，因为我都不会讲，因为我觉得以后用不到。较早敢若国小有台语课，虽然即马国中、高中来必修，毋过因为教学已经2层，伫厝内阁无咧讲，袂少学生因为听无台语，无介意上台语课，嘛因为考试无考本土语，毋是升学的重点，毋若学生学习的意愿无悬，连带影响资源投入本土语。叫一声。就应一摆。高考事业者变台语教材，头先爱面对的挑战，就是学生台语程度差真多，台语册爱安怎编才符合教学需求。就是有发现说，现在的高中生好像有一点点抗拒台罗。若要爱愈侪出版社愿意研发台语教材，搁要爱提升教科书内容的品质。业者讲，上核心就是台语专长的师资爱稳定，因为通过台语师培的老师，才有法度针对教材提出看法。老师不知道这里面他的教学设计的一些美感，他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本土语课程对国小到高中无影响，若教科书业者研发教材有困难，教育部落200亿推动生生用平板，本土语的所谓环境煞无够完善。数字化的问题，一寡字无法度显示的问题，这就是一直拢无得到解决。国教院助理研究员林嘉怡表示，这是因为过去汉语理性发展的时，台湾敢若一个语，就是华语。常常因为商业为华语做理，一般人追求的嘛拢是华语汉语，无欠理。台语客语的需求完全无去互照顾到。2022年时，都有学者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呼吁政府要求3大系统厂商 Microsoft、iOS、Android 类本土语接用理。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公权力，就是说，这些就是我们国家的语言。因为手机啊、平板系统内底无本土语接用的特殊理，这个理一定爱另外加入去才会当显示。不过，就爱有人甲厂商讲爱做偌济理，也佫有做这个理的必要性。即马教育部已经有甲 Microsoft、iOS、Android 3个系统内底每一个系统欠啥物本土语用理，所有资料拢总整理出来。刷落来这一步就是100多字，你只要甲伊加入去你的系统内底，安尼，阮台湾的台语甲客语的全部用字吼，咱伫咧手机啊、甲平板顶头都全部拢会当显示啊。国教院助理研究员林嘉怡讲，过去本土语因为政策的打压，来发展比华语慢一大截。即马要修补，共款爱用政策的力量，补足本土语师资，完善2个体价制度。后一步希望会当甲本土语当作教学语言，互本土语真正进入教学现场，毋是即马1礼拜1节50分钟的课程尔。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无得做，也毋过民间有。本土语言这几年是愈来愈时行，有人学，有人用，有人看，即马就有人投入资源。为着要互本土语言的使用者会当得做设计时，字体会当有更较侪选择，就有字体公司注心咧，甲一般接用到的台文常用字、罗马拼音，也有其他母语拢列入去设计内底。毋若拍字拢拍会出来，伊嘛希望会当传达多元的理念。一
一支一支拍出台湾字，这个字体是真特别。这个由设计师陈冠英设计的字体字花，除了中文汉语以外，一般常用的台文常用语、罗马拼音加客语、原住民语，这个本土语言的文字嘛，拢纳入设计。设计师讲，设计的过程，伊是参考侪台湾20世纪中期进前的报纸，以顶头的古美术字为灵感。伊讲，因为全球化的关系，世界看到的字体拢真相共，但伊想要去设计出有本土味佮符合现代使用需求的字体。商会那个会的那个横笔很高，有没有看到？但是现在的比较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现在求的是一个很稳的稳字，看起来稳不稳这件事情，必须要经过一个调整的过程，该调到讲看起来特别，但是嘛是一个水个好用的一个字体安尼。这个字体的开发是由一间新创的字体公司透过群众募资的方式来进行。字体公司讲，因认为家己的工课是设计台湾字体，既然合作台湾，就应该包容侪台湾人咧使用的文字，所以因对2015年开始设计本土语言的字体，到今嘛已经开发出超过10个会当拍出本土语言的字型。2015年开始，咱就是想讲，咱爱支援所有的台湾的文字，做完了后是2019年。为迄个时阵，阮就讲，所有的 Just Fund 若是合作的，也是咱家己做的字体，拢爱支援台湾的字。本土语言这几年愈来愈时行，有人学，有人用，有人看到有设计的需求。为着提供更较侪选择，设计师讲将多元语言的字纳入设计，除了予有需要的人使用，嘛希望传达尊重多元的理念。记者柯选柯平在台北报道。伊若即阵甲世界文学翻译做台语嘛，已经是趋势。最近就出真侪本册，其中有一本《罗生门》是一本短篇的小说选集，作者是日本的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内容是写真侪人生的哲学。翻译者是林东营，伊讲伊表示，伊自底伊是台语文的青美群，是67岁，伊退休了后，伊才开始学写。伊讲伊希望用家己的语言能力，甲台语的底子会当保留落来。我毋是判官府的人，是经过这个拉小梦的旅行者。有声册三甲布袋戏主演王开生的配音实在趣味佳。这段是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第一篇小说《蜡小梦》的一部分。最近木马文化出版的第一篇小说选《蜡小梦》，甲8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翻做台语文。翻译者是今年74岁的林东营，伊表示家己以前袂晓写台语文，是67岁退休以后才豆豆学写的。我就退休啊，来总一个。家己满意，家己爽快，个会当看会当上好，就会当有一个副产品，就互人有得到啥，就是帮忙着啥。到尾啊，真拄好，就是讲迄个田先生咧招咧考一个迄个经典小说的台语翻译。啊，我就想讲啊，我日本话讲50年，甲日本人做生意做遮久，我就来去甲伊。试看卖。芥川龙之介是1892年出世，一世人写要400篇短篇小说，是日本近代文学三大作家之一。蜡小梦这本短篇小说选题材包括对外表的怪异、追求梦想的不安，也是对善恶的思考等等。出版社表示，这拢正碗大人的生活嘛，真适合青少年甲台语文初学者。是我们很希望就是在本土语言上面能够给我们的读者更多的选择，然后再来是流传台语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希望努力的一个目标。和华语册并起来，一本台语翻译的小说选，包括翻译、配音、审稿等等，有真侪事工爱做。出版社表示有影真够工，不过这拢是为着要甲台语的典地保留落来，所以针对《蜡小梦》这本册，因嘛会办见面会，要招翻译者和配音员来甲民众开讲。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新闻报道。伫中国北边山东到新疆，天气是热翕翕，有一寡所在佫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伫巴西有一块全世界上大湿地，嘛因为超高温才发生火灾，火灾数量是增加10倍。也若伫墨西哥的南部，嘛有鸟仔是热甲飞无法的，对半空中来摄氏。这大热天，中国北平的省份已经是热到冻未条，为山东甲新疆，高温普遍负35度，部分地区甚至冲破40度。北京街路有人搬出冰架甲大电风，山东德州市是一直出动野推车来降温。高温天气下，
我们以机械代替人工，增加了雾泡车、洒水车的作业频次，确保起到降尘降温的目的。伫巴西中西部是世界上大大染地，球蛋冠军加速扩化，已经和今年以来发生的火灾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10倍。大片的草埔和野火烧干那虎，连续群也被消失，农民赶紧骑马将牛群赶到安全的所在，希望将损失降到上低。Tentando jogar as palavras cá pro lado da Bahia para eles ter mais recursos de sobreviver, né? Porque do jeito que tá vindo aí, ó. Se imprensar ele em algum lugar e não conseguir romper, eles morrem queimados. 当地农民怨恨，这片原本应该水分真长久染地，会加做野火烧袂了地界，拢是气候变迁惹的祸。另外，伫墨西哥，原本扩化继续发挥，除了进前传出100多只河狗因为热甲脱水落对涂骹死亡，动物团体发现袂少鸟仔掉山，为空中落来死亡。Y la humedad tan baja hizo que las aves empezaran a tener problemas y empezaran literalmente algunas de ellas a morir en el vuelo. 动物团体展开连续抢救野生动物的行动，互用要死的鸟仔带入冷气房当中，地球的动物也有失去生态地的大地。墨西哥为3月中以来经过3波热浪，反正当地高温升到50度，专家评估，若高温继续维持，墨西哥的生态系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公司新闻在回面报道。野人科学家是伫非洲的肯亚发现讲，枪会互相号名，而且佫会晓叫对方的名。这是因正罕见沟通的方式，而且只有少数的野生动物会晓。听到家己的名，非洲枪用声耳来回应。科学家伫7日发表的上新研究指出，非洲枪为彼此之间号名，而且用低深的声音来发，安尼声音传到草埔任何所在，拢能被听到。科学家也讲，野生动物用独特的名来互相称呼的情形是真罕见，只有少数的野生动物做会到。She gives seemingly a very similar call, and nobody will respond, nobody will react to that call except for a single elephant in the group, and that elephant will respond or come up to her or whatever, and so that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a means by which to communicate who they want to talk to. 枪发出音频比人类听觉范围会较低，所以人类是听无。专家讲，这声音是透过特殊的麦克才能收到。枪发出连线声音的时阵，经过精密的数据分析，声波电脑机器才能知影其中的内容有名字。亲像母枪发细只枪，或者是母枪叫新加入的枪，赶紧归队。Elephants are highly social, highly vocal species. We know there's a lot going on with their communication, bu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decipher much. It's quite complicated, the structure of their calls. 专家讲，人甲枪的冲突，唔那是倒拉枪架尔尔。在气候变迁甲全球暖化出现之下，人类的农业发展侵占枪的生态地，互相抢夺的结果之下，致使枪群数量减少，人类也安尼伤亡。所以透过研究增加对枪的了解，对保护枪将有帮助。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辑。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1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